我諗對於喪親家屬嚟講，呢個係一個好漫長嘅過程嚇。咁真係每一步都好唔容易嚇。有時我亦都聽到啲家屬講，好似諗唔到將來。有時我諗而家呢個處境更加唔知之後會係點樣樣。咁有時我都會同家屬講，其實諗唔到將來好真實嘅嚇。咁就淨係諗眼前嗰步咯。其實我諗而家每行一步，繼續可以唞好眼前呢啖氣，過好眼前呢一日，其實已經要用好多力氣。咁所以我估就都欣賞自己繼續喺當下呢一刻都繼續可以去嘗試去活着，嘗試去行眼前呢一步已經好好。所以我覺得有時係即係行到一步就行一步，有時行得攰，靜落嚟唞一唞亦都可以。咁我覺得有時呢個過程係一個行一步褪半步，行兩步又褪翻一步嘅過程。但係你都會知道咧，一路咁樣好似即係行前行後行前行後過程入面，但係你慢慢一步步行落去嘅時候，去到某一日你望翻轉頭，其實你發覺其實你都行過咗一段路，亦都係一段最艱苦嘅路嚇。咁所以我諗呢個過程都係一個我哋見到唔係一個直線進行，即係康莊大道，但係一個反覆嘅過程。但係一個反覆嘅過程之餘，其實我哋都會見到每一步好唔容易嘅過程入面，但係一步步我哋見到佢係行得步。我諗而家我見到，而我知道見到即係前線嘅情況係基本上真係大家一呼百應。即係我諗無論唔同嘅一啲社福機構、政府部門，大家都即係一齊即係去協助啊咁樣樣。咁所以我估一啲即係實務嘅一啲支持，可能有唔同嘅基金啊，唔同嘅一啲實務嘅一啲支援，我諗好多社福機構啊、政府部門都協調緊嚇。咁去到後續，我諗即係如果有啲真係哀傷情緒嘅一啲支援，亦都有相關一啲機構嚇。譬如可能一啲唔同嘅一啲機構，佢都會專門提供啲哀傷輔導嘅工作。咁我估都可以尋求翻呢一邊呢啲嘅啲即係服務，希望可以喺一個比較長遠嘅過程入面繼續去即係關顧自己嘅需要。我覺得亦都同埋可以善用唔同嘅配套咯，譬如可能老人家可能佢哋個需要，可能喺翻老人服務嗰個層面亦都有一啲相關嘅配套，或者小朋友，我亦都見到一啲即係社工同事，可能學校嘅老師、學校嘅社工，佢哋都準備好去支援翻小朋友。咁所以我估即係大家唔使話要將所有嘢孭晒自己去處理嚇。其實每一個家庭可能佢哋有唔同嘅需要，無論係實務上嘅唔同家庭成員嘅需要，都可以揾翻相關喺即係社會入面唔同嘅資源去 support 翻自己。